各位網友午安，嚟緊7月15號星期三，馬季煞科，快活谷安排咗9場賽事，草地選用 C 跑道進行。頭場開跑時間晚上6點半，停賽騎師有2位，分別係周俊樂、布浩榮。停賽復出騎師有黃志宏、蔡明少。今集第一集，我會先揀第一場賽事同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場係5班馬跑1650米。我第一匹喜歡12號丁冠豪馬房嘅勁爽，一匹5歲紐西蘭自購新馬，血統追住 Swainees， 香港同父馬有金鑽貴人，財富非凡，萬眾開心。至今出賽20場得2亞1季，帶大家睇翻勁爽2場賽事。先睇前一場5月24號沙田 A 跑道好地5班1006米，楊明倫騎116磅，排11檔起步。白衫有啲啡色圓波點就係佢啦，排11檔白色衫就啡色圓波點嘅。咁啊出閘咧，佢拍住出邊另一隻白色衫咧，藍色就係手到再來，係咁騎噶啦。嗱，騎咗好耐噶吓。咁啊內檔有隻上咗嚟嘅粉紅色眼罩，紅色衫咧就快活同盟，出邊黃色衫係東方魅影第2位，中間夾住白色衫一路都騎緊啊，就呢一隻啊手到再來嚟嘅。第4位啦，紫衫紅色就戴住個紅色眼罩咧，就肥仔精神。第5位啊喺呢隻勁爽隔離貼欄咧，白衫紫色就嘅神驅馬靈。第7位出邊紅衫白色眼罩啊紅當當啦，再跟住後邊貼欄啦，藍色衫嗰啲咧就智醒大將，出邊啡色衫咧就文鼎巔峰啦，再跟住貼欄嘅黃色衫嗰啲黑色格仔就嘅嗰隻威力非凡嚟噶。咁啊中間黃色斜間衫係咁拉啊，嗰隻鐵甲縮龍嚟噶，呢度細擠逼噶。後邊3隻馬2隻競進會啊，出邊戴住個面箍第4疊嗰隻咧就競進天下貼欄，紅色帽係競進傳奇嚟嘅。咁啊包咗落尾粉紅色衫咧就極速之子啦。咁啊啲馬咧有呢隻手到再來咧，前面咧都拉得開嘅。咁啊拍住東方魅影咧，咁啊睇完呢條片陣間我哋再睇都係呢2隻馬喺前面走嘅。咁啊快活同盟啊粉紅眼罩褪翻落去貼欄第3位啊，出邊肥仔精神上緊嚟啦。嗱勁爽咧，沿途雖然話走出邊啫，佢壓住埋邊咧紫色衫嘅神驅馬靈咧，呢度都好流暢上咗嚟噶。咁啊呢度一打開咗衝刺咧，呢度走先啦。喺個後邊頭先喺第8、9位之間啊，黃衫一上到嚟啊，潘頓嗰隻威力非凡。咁啊埋邊咧就神驅馬靈2隻馬左右夾擊佢。嗱呢度楊明倫咧神級騎師都渾身解數啊！咪終點前潘頓一車輪邊咧，即係留到最後嗰一滴咧用埋佢。咁啊呢啲講運氣嘅啫，叮當碼頭。咁啊今場步速咧就正常唔算快噶，1分11秒51就慢咗丁咁多嘅。咁啊呢度咧勁爽走得犀利噶啦。咁跑完呢場之後咧，咁啊隔咗大約5個禮拜，俾佢唞夠。7月1號再跑 C 跑道好似快地嘅1006米。咁啊楊明倫騎抽過1檔，咁究竟1檔好唔好咧？咁啊陣間睇咗話你知啊。前面頭先講啦，又係白色衫嘅手到再來啦，拍住隔離咧就幸運福星。第3位出邊黃色衫係東方魅影。嗱佢喺裏邊咧今場係受波士出唔到嚟噶。喺後邊紅色衫貼欄嗰隻小王爺咧，中間有隻紫色眼罩粉藍衫咧就喺樂歡騰，最外邊啊白帽咧白色黑間就紅色衫係紅磚戰士，外邊粉藍衫咧有呢智醒大將啊，呢度全面一埲牆噶，跟住咗黃色衫咧東方魅影嘅屁股後邊。好啦，東方魅影走甩咗之後啦，佢就追翻上嚟，咁啊出邊智醒大將第3啦，佢就追過隻16歡騰，咁啊緊緊就跑翻個第4，咁啊2場馬嚟睇，大家見到如果佢走出邊暢順啲咧，佢好跑啲嘅。咁呢勁爽其實演出就好穩定啊，今季跑咗9場，評分就季初25分咧，減到目前23分，點解減咁少咧？佢就獲得2個第2、1個第3、3個第4、2個第5，嗱呢啲全部有獎金噶。得一場1650跑第8嘅啫，未甩過拖噶。咁啊呢啲馬季尾仲係輕磅咧，咁啊有狀態有鬥志啊，值得大家考慮第5班。咁啊榜佢讓得最多噶啦，淨係跳嗰啲貨啫，復貨7月11號，話保持水準啦。季尾你話好活躍咧，就唔係成日多見嘅。咁啊輕磅都要翻呢隻馬。第2匹喜歡4號蘇慧賢馬房嘅多利神驅，一匹8歲巴西自購馬，血統追住 Crafty CT。香港暫時係冇同父馬嘅，至今出賽48場得3冠3亞6季。帶大家睇翻多利神驅3月25號快活谷 B 跑道好地4班1650米嘅表現。田泰安騎117磅，排3檔起步。咁啊綠黑橫間衫黃色就好易認嘅啫，呢件彩衣。排咗3檔，咁啊多利係彩衣咧，即係嗰隻大回報嗰陣取一樣嘅啫嚇。
咁啊黃色袖嘅，好忠心嘅1650啊，出閘佢係快噶啦。咁啊內側嗰隻黃色衫咧就貼緊欄啦，知道穩勝嗰陣時知道穩勝係好 fit 嘅。拍住出邊金魚黃衫啦，2號嗰隻咧就傲然嚟嘅，最外邊仲嗰隻啦，粉藍白色衫上到第4、5疊噶，嗰隻就街燈都要搶喺前邊啊布紋。咁啊後邊咯，第4疊咧，而家佢貼欄第4位啦，出邊有隻咧，亦都係粉藍色冇粉藍色袖嘅，耀昌盛世啊！咁啊貼欄黃色衫喺佢後邊戴住黑色鼻箍咧，就至高深德。中間咧有隻咧草紅色衫啊，藍斜帶粉藍色袖咧就先到先得。出邊有隻啦，戴住個白色眼罩黃衫黃白色袖嘅咧就咧活力精神啦。貼欄啊3隻，綠色衫黃帽咧準希望，中間粉紅色衫咧就北海道嚟嘅，後邊啦白衫粉紅色袖咧就極速滿貫，包咗落尾啊黃帽。白帽白袖啊，紅色衫呢隻咧都靈勇士。嗱啲馬咧，雖然前邊就搶啫，搶完之後大家拍好晒車咧，知道穩勝方都好慢噶，咁啊街燈跟住佢。嗱而家咧，其實佢跟個第3位啊，好聰明噶呢個位，起碼唔好蝕俾你先。即係馬今季咧已經係跑第3季咧，係有啲見晒噶啦。你見到佢咁啊，唔覺降落第5班。今場頭3段步速咧唔係慢噶，都1分15秒84，比標準時間快喺3線6。我當時知道穩勝，大家知道犀利啦，係嘛？街燈後尾咧都係贏得好精彩嘅。咁啊，第4位出邊啊，白眼罩啊，黃色衫嘅就有啲活力精神啊。出邊咧粉藍色就一路騎緊上嚟，先到先得。嗱，佢拍住佢先到先得一齊上嚟咧，咁啊，全部馬都識贏嘅。除咗第4名嘅至高深德啊，稍為差啲之外咧，咁啊，今季呢啲馬全部贏晒㗎啦，耀昌盛世、街燈啊，活力精神啊。咁啊，出邊嘅都靈勇士啦，後邊嘅而家上咗嚟啊，黃帽綠色衫嗰隻咧準希望，即係呢組馬喺季中嚟計咧，喺4班尾啦，咁啊5班而家降落去咧，呢個多利神區啊，點都係有啲優勢嘅，隻馬正經啊，咁啊馬房大家琴日見到啦，尊智神啲馬都演出相當之唔錯噶，咁啊冷門仲有啲新力標係咪啊？咁啊蘇慧賢練啲馬正正經經噶，嗱呢馬健康正常，25、30、7月5、7月10影晒俾大家睇。馬身飽滿，咁啊正頭正路，咁啊呢啲馬就3隻裏邊咧，我就一定要翻佢噶啦，因為老友專長啊。咁啊今季跑10場噶啦，評分啊季初49分，減到目前38，其實減得少啊，減11分，全部都4班跑噶今季啊。咁啊今次第一次落5班，難得季尾大家睇啦，係咪啊？仲有啲口啊，咁啊隻馬就有啲心勁，相當之唔錯。咁啊健康正常係呢隻馬嘅優點啦。咁啊，今次咧落5班，都幾隻落5班噶，大家要小心挑選啊！咁呢隻我覺得咧就正經啊，所以中意佢。第3匹喜歡5號廖康明馬房嘅試跑得呢匹8歲澳洲自購馬，血統出自 Fastnet Rock 燈塔島啊！香港同父馬都好多噶，包括有飲杯、星格、馬達，至今出賽63場，得4冠5馬6季。但係大家睇翻試跑得前一場5月13號快活谷私家3跑道，好似快地5班1650米，霍宏升騎134磅，排6檔起步，銀灰色衫有個粉紅 W 嘅，咁啊全程留後追上嚟嘅，排個6檔銀色衫有個粉紅 W 嘅，出閘拍住隔離左手邊咧嗰隻灰馬粉紅眼罩嘅龍佑生。出邊係幾隻馬都搶過4隻啊！而家中間紅色衫上咗嚟，戴住個眼罩咧，肥嗰隻係威威父子嚟嘅。咁啊出邊黃色衫咧就咧魅力之福啦。咁啊再外邊嗰隻白色眼罩啊，藍衫粉紅帽粉紅袖咧就常常感恩。咁啊第4位啦，而家睇翻落去啊，佢隻威威父子喺第4位第3疊啊。中間第5位啦，黑色衫黃帽黃袖嘅焦點啦，貼欄嘅黃黑格仔衫大力猴王。第7位紅色衫啊，咁啊嗰隻起步都快嘅華美之威撳翻住啦，唔同你癲啊！後邊第8位咧就係呢個試跑得，好少跟到咁前噶。喺個後邊貼欄咧紅衫啦，粉藍色就係小王爺啦，小王爺後邊啦。咁啊紅色就啦，黃藍各半衫黃帽嘅風雲。後邊一對就灰馬就龍佑生啦，包尾嗰隻咧貼欄尾二啊，依家嚇綠衫紅帽就剛剛贏一晚嘅東方寶寶啦。今場係好似快地，你見到咧常常咁因為撳翻慢嘅同隻威威父子嚇，但係其實個段速都相當之快㗎。頭3段1分15秒55咧，比標準時間快咗7線。咁啊快步速咧，咁啊對呢一隻咧試跑得就有幫助㗎。咁啊而家睇環顧前面嗰啲馬咧，焦點啊走勢唔錯啦。第3位黑衫黃帽嗰隻，咁啊焦點後邊有橙色眼罩、藍色衫嘅電信驕陽都係呢啲啊。
有能力贏馬班底好啲嘅馬咁啊，大家打衝鋒啦，常常咁樣中間白色眼罩咧，盡量騎啦，咁啊但係都唔係咁易走得啦。嗱，依家咧跌埋心水爆一段嘅試跑得咧，前邊 settle 得好咧，呢啲馬就路有專長同埋有班底啊。雖然佢就真係老噶啦，打咗60幾場，呢場開個最快末段，僅輸個短碼頭咧，真係冇辦法。咁啊呢個焦點咧，佢啊4班尾啊5班係前邊嘅馬嚟嘅。佢上翻5班跑1400都跑第2啦，1200米都跑第4啦，咁啊所以咧輸俾佢就不足為辱嘅。咁啊第3名咧就係嗰啲華美之威同隻電訊驕陽兩隻。跑完呢場咧跌埋心水噶啦，佢已經跑多一場咧就唞到而家噶啦。咁再跑嗰場就成績麻麻地啦。咁復課咧影咗3個俾大家睇嘅。其實佢25號有跳不過馬會就冇咗片，佢住從化噶。30號7月4、7月9。今季咧都算跑得多嘅呢老馬，跑咗12場噶啦，評分就貴咗50分，減到目前38分，當中獲得2個第2，一個第3，2個第4，呢啲真係忠心老馬嚟嘅。不過但係老馬咧就退步係無可避免啦，練馬先盡量做嘅，你見到馬保持嘅朝氣、新鮮感，咁跑埋呢場咧好大機會都光榮退役噶啦，支持下佢好又同大家分享完第一場賽事嘅形勢，咁最後咧，我覺得呢場馬會有幾多步速下噶，前面走嘅分別有10號嘅幸運福星啦，另外就川河營區嗰啲都應該會走喺前邊嘅，怪獸波士咁嗰啲咧，咁再跟住悠乾坤嗰啲啦，都係應該走喺前邊嘅，有啲步速嘅應該，咁勁爽輕磅留喺後邊唔怕嘅，咁試跑得咧，我覺得佢今次靚過播俾你大家睇嗰條片噶。咁唞夠時間咧，呢隻係唞得最耐嘅，咁我所以咧就最後一次，咁我就覺得後上試試佢揾佢做膽。咁另外多利神區咧，佢係穩陣嘅，但係佢133磅喺呢度咧，佢就唔係咁易贏，我覺得佢咁睇下有冇搞錯啦。咁膽要隻試跑得。咁另外其他馬都講下啦，咁澤星星嗰啲就唔夠水準啦。近期留意鄭俊偉馬房啲馬，尤其是啱啱跑完。都係麻麻地咁唔知係咪收夠籌啦？咁2號勇者無敵咧，佢跑過1650米近過，大家應該睇嗰條片啦。但係我見到佢慢步速追上嚟，通常慢步速就會輸得近啦。咁所以咧嗰場馬都唔可以太作準嘅。咁依家降班孭重磅咧，今次我就擺低佢先。咁3號啦，因為換咗雷神啦，川河營區應該都好多人留意，抽到2檔。但係我覺得佢依家始終都係泥地好過草地。咁降咗落嚟，有啲優勢嘅，咁亦都雷神啦，咁就重戴眼罩，睇下發揮點樣啦。極速滿貫咧就呢啲專係冷門就喐噶啦。呢場馬咧就唔敢講唔敢劃死佢。我計起佢狀態近期都係未係佢贏馬咁好。唯一一隻驚咧就隻7號啦，怪獸波士。其實佢對上2場真係犀利噶，跑第4嘅 form line，輸俾高至高準希望。上一場咧。同阿妹嗰啲暴風之子鬥燒喺前面咧，其實佢就咁樣至輸嘅啫，都係輸2個零馬位。咁我點解今次我唔要佢咧？我覺得跑得密咯，即係上個禮拜3次跑完，佢最近呢幾次都連續跑噶啦。咁換阿潘頓會重磅啲，我就諗一諗，我就冇要到咁解啫。呢隻都係好勁噶，呢隻應該。包括又乾坤跑落麻麻地啫，唔使驚呢隻駕勢奇葩用布紋，我又唔敢劃死佢㗎。告東尼係嘛？電訊驕陽咧就經常近啦。如果2隻嚟揀咧，勁爽個優勢多8磅咧，應該勁爽會好過去。聽我講完咧，大家如果啱啱嘅分析咧，呢場馬都好平均下噶。各有所好，大家再研究一下。今集第1集先研究第1場先，下一集再研究其他場次。拜拜。